有杂志公布2024年亚洲青壮年价值观的调查，发现讲台湾18岁到45岁的青壮年，面对未来10档8成的人烦恼讲厝价上过悬，有6成是烦恼讲薪水上过低，也毋过大家拢对公共议题是真关心。 面对2024新的一年的开始，一份针对台湾、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甲新加坡18岁至45岁青壮年做的价值观的调查，结果显示，台湾青壮年对未来10年内可能拄到的困难，有84.1%烦恼厝价伤悬，62.3%烦恼薪水伤低。 拢比其他4个所在较侪。是政府也打房打了好几次，可是还是一个节节攀升的一个状况下。那在这个部分其实青年应该都非常的期待我们将来的国家领导人能够在这个部分多点力气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调查嘛显示，一向香港是隆盛的中国少年人，也有生活节奏快速的香港，伫希望成功甲愿意冒险的积极度，拢比台湾、马来西亚甲新加坡较低。 关键的分析认为讲，这甲政局的变化，也有中国面临房地产落车危机有关系。另外，台湾青年伫参与公共议题表现是上界积极的。台湾亚洲应该算名列前茅的民主自由的国家嘛，所以民众还有社会氛围都很开放自由，所以大家关心投入公共事务或从事社会活动。 当然也是比较容易。李建宏表示，劳动部每一年嘛有针对所有无分年龄的劳工做无安全感的调查，平均差不多有2成5至3成的劳工上烦恼去用死头路，有1成5至2成的劳工烦恼薪水偏低，无法度加薪水。记者综合报道。